大家好，我係婷婷，又同大家講講最新消息。又嚟到1年1度長者生活津貼同生果金加錢嘅日子啦。政府最新公布咗加幅比起上年係多咗近1倍嘅。咁但係亦只係實施高額長者生活津貼以來排尾二嘅水平啫。咁究竟今年會加幾多錢呢？而且今年宣布加錢嘅時間亦都相當奇怪，比起往年遲咗好幾個月啊！咁究竟又係咩原因呢？而成個加錢嘅日程都推遲咗，究竟今年又要延遲到幾時先派呢？呢條片就會同大家一齊超詳細咁睇睇2026年嘅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同埋綜援究竟加幾多錢？最新安排又係如何呢？一齊睇睇。又想同大家講下 Surfshark VPN 真係一個好好用嘅工具。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科技新聞啦？話說 AI 大戰幾個回合之後，初步已經分出勝負啦。Google 開發嘅 Gemini 拋離晒其他對手，甚至蘋果都官宣埋同 Google 合作。蘋果嘅 Siri 係會植入 Gemini， 搞到 Elon Musk 係怒不可遏啦，話佢哋嘅合作係不合理嘅權力集中喎。咁點解要講到 Surfshark VPN 呢？因為 Surfshark VPN 咧就係幫香港人開通 Gemini 呢個暫時地表最強 AI 工具嘅鎖匙。香港咧係個被封鎖嘅區域，咁但係只要用 Surfshark VPN 連去香港以外嘅地區，例如話台灣、加拿大、英國咁樣，咁就可以用得到 Gemini 噶啦。咁 Gemini 到底有幾強呢？嗱，婷婷只係簡單要求整一個日本語嘅 N5 程度嘅單字測驗啊 ，Gemini 就已經喺1分鐘之內建立咗一個完整嘅100個簡單日文單字測驗，內容正正就係日語考試會考嘅字啊！婷婷咧直情係用嚟溫書添。同樣嘅原理，只要有 Gemini， 係唔需要任何寫程式嘅知識，都可以製作到完整嘅 App。有網民就自製強積金嘅計算機、資產管理嘅 App， 甚至製作完整嘅電腦遊戲都得啊！所以用到 Gemini 就相當於開啟咗現實嘅想像力嘅大門，而香港人嘅阻礙就可以由 Surfshark VPN 去解開啦。以上所講嘅都只係 Surfshark VPN 部分嘅用途嚟嘅啫。Surfshark 亦都係可以保障到我哋嘅網絡安全，喺危險嘅公共 WiFi 之中保護我哋嘅個人資料，包括住信用卡、銀行嘅帳戶同埋密碼。Clean Web 嘅功能咧，亦都係可以阻擋彈出廣告。如果升級到 Surfshark One 嘅話，亦都有埋 Anti-Virus 嘅功能，係可以幫我哋嗰部電話防毒添啊！想用 Surfshark VPN 嘅話，方法好簡單嘅啫。而家只要喺購買嘅時間輸入專屬優惠碼 EDIF， 又或者點擊置頂嘅連結 surfshark.com/edif 就可以額外享有4個月嘅使用期啦。選擇好方案，輸入電郵地址，完成付款之後再下載埋 Surfshark VPN 嘅 App， 登入之後點擊快速連線，咁就用得到噶啦。一個人買仲可以全家共用添啊！喺度同網友們又要講聲唔好意思，呢2個月嘅出片量比較少，因為婷婷已經係連續3個月病到5顏6色啊！呢3次病都有個特徵㗎，一開始咧就以為係普通嘅傷風感冒啦，2-3日應該可以自己好返㗎喎，咁點知咧次次都搞成2-3個星期啊！不但止發燒啦，喉嚨咧痛到火燒咁樣，仲要反反覆覆，以為就嚟好嘅時候咧，又出現新嘅病徵。好似今次咁樣，唔舒服嘅第1日咧，已經係即刻趕去睇醫生㗎啦。點知道食咗4日藥之後係完全冇好返，喉嚨仲要越嚟越痛啊！喺呢一度咧，真係唔係賣廣告，真係要多謝 AI。同 AI 咧形容晒所有病情之後啦。Gemini 就叫我去睇下喉嚨裡面有冇白色嘅點點，就話如果有嘅話，就代表住喉嚨可能係受到鏈球菌感染啊，係需要食抗生素嘅。咁結果用 iPhone 嗰個電筒一照啦，喉嚨裏邊真係有白點喎。醫生就話係細菌感染，
咁啊，真係好彩有 Gemini 嘅提醒啊！咁而家婷婷咧就食緊抗生素當中，嗱都想同各位網友講下，呢排病毒病菌真係非常之犀利，大家真係要好好自己照顧身體，出街戴翻個口罩，有咩唔舒服就唔好拖，好快啲睇醫生，否則病咗嘅話就好似婷婷咁樣，咩都做唔到。嗱，翻去正題啦，講講生果金等等各項嘅社會保障金嘅最新情況。政府就最新出咗一份立法會文件，勞工及福利局咧就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建議按年調整社會保障金額。勞福局就話啦，因應住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截至到2025年10月底嘅情況啊，佢哋就認為綜援啦同埋公共福利金計劃嘅津貼金額就應該係要由2026年嘅2月1號起相應上調2.2%嘅，咁而加幅嘅金錢咧數字係會調整到最接近嘅5蚊㗎。嗱，政府加津貼錢嘅準則啦，喺呢度同大家講下。咁原來政府咧就並唔係用一般嘅通脹幅度去做計算嘅，而係用啱啱所講嘅一個叫社援指數嘅數字去做參考。社援指數本身就只係用嚟計算綜援要加幾多錢嘅啫，咁所以只係會計算綜援受助人嘅消費項目嘅通脹啊。例如話啦，2021年組成社援指數嘅消費項目裏邊，比重佔最高嘅就係食品，佔咗65%，其次就係水電煤，佔咗8%，而車費只係佔3%嘅啫。咁由於綜援戶啦係由政府去代交公屋租金㗎，咁所以所有住屋同埋有關嘅開支都係唔包括喺社援指數之內。換句話說啦，除咗食品加價之外，其餘嘅東西加價都係比較難去拉高呢個指數㗎。而隨住時代發展啦，呢個社援指數就唔單止係用嚟睇綜援加幾多錢嘅準則，亦都變成長者生活津貼加幾多錢嘅準則。咁但係領取緊長者生活津貼嘅人同埋綜援戶，其實嗰個消費模式咧，兩者未必好相似嘅啫。咁所以究竟呢個數字反唔反映到現實嘅通脹情況，咁就真係要交翻俾網友們去定奪啦。咁而呢個社援指數嘅計算方法，一般咧係每5年去檢討一次嘅。對上一次改動就係2021年，咁所以今年2026年可能又會再公布一個新嘅方程式。咁到時新嘅計法會唔會就住政府財赤嘅情況而訂立得寬鬆啲定係嚴謹啲？未來咧會加嘅錢係會加得多啲定係少啲？咁啊真係好難講啦。講翻轉頭啦，2026年嘅長者生活津貼係會加錢2.2%。咁呢個數字話多唔多話少唔少啦？點解咁講呢？因為高額長者生活津貼係2018年成立嘅。咁睇翻由呢個2018年到26年歷年嘅加幅啊，由2019年加2.8%，去到2023年最高咧係曾經加過3.7%。咁2026年加嘅2.2%，喺咁多年來只係排嬲尾二嘅啫，只係僅僅好過上年2025年嘅1.3%。加得少，咁相信都係同香港經濟市況有關嘅。事關咧，政府係會以面談嘅訪問形式去問下零售商戶有冇加價，而去釐定啱啱所講嘅社援指數。咁而呢2年零售業受到北上消費同埋網購嘅重創啦，商戶加價嘅幅度少，自然都會影響埋社援指數啦。咁長者生活津貼同埋生果金等等，究竟幾時開始加錢呢？立法會文件就提到，話政府一般咧係會根據社援指數，截至到每年9月底嘅變動，會喺第4季咧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簡介預計嘅調整幅度。咁然後政府咧就會喺同年嘅年底去尋求立法會財委會嘅批准，根據社援指數，截至到10月底之前嘅變動去調整相關金額。咁調整之後嘅金額，一般咧就會喺第2年嘅2月1號起生效嘅。
呢個安排咧係可以預留足夠嘅時間俾社會福利署去調整佢哋嘅電腦系統，令到所有受惠人士可以如期收到咧調整過後嘅金額去發放款項嘅。咁換句話說啦，正常嚟講啊，應該喺上年11月、12月咁上下啦，政府就應該要宣布福利金大概嘅加幅㗎啦。咁之後咧就會去到立法會嘅財委會，咁有嗰個實際數字之後，就會俾財委會通過嘅。嗱，通過完之後加咗嘅金額，正常就會喺第二年嘅2月1號起咧就已經生效咗。咁但係啦，今年啊有個唔同，就因為啱啱舉行咗選舉啊嘛，咁所以成個時間表都遲咗㗎。文件就話啦，由於上屆嘅立法會會期喺2025年嘅10月24號終止咗，所以政府係未能夠按一貫嘅時間表喺2025年嘅第四季向委員會簡介2026年2月1號起生效嘅建議調整啊。咁並且亦都未有時間去尋求財委會批准呢個調整嘅。咁政府而家咧係要向新一屆嘅立法會委員會簡介調整建議，並且會盡快尋求財委會嘅批准。如果獲得財委會批准，調整之後嘅金額就會由2026年嘅2月1號起生效。咁社署會喺完成電腦系統嘅調整同埋其他準備工作之後，盡快安排喺2026年嘅3月起發放追溯嘅款項嘅。嗱，咁喺呢一度咧就同大家一齊睇睇立法會嘅會期啦。嗱，呢一份有關福利金加錢嘅文件就會率先喺2月2號喺福利事務委員會咧俾嗰啲委員省覽嘅。咁最快咧就要去到2月13號可以上財委會。咁快嘅話，相信咧1個月內，即係3月頭至到3月中，應該就可以發放到新嘅金額啦。咁同時咧，社署就應該會追溯埋2月起生效嘅，咁所以會同時將差額嘅金錢同時發放。嗱，講咗咁耐啦，咁就進入翻呢條影片嘅核心內容啦。咁究竟各項嘅福利金係會加幾多錢呢？以下就同網友們詳細講講。首先講講高齡津貼，亦即係70歲或以上不設入息審查嘅生果金，咁係會由而家嘅1640蚊增加到去1675蚊，加幅咧係35蚊啊！即係話一年咧就會多420蚊嘅。而最多長者賴以為生嘅長者生活津貼方面，就會由而家嘅4250蚊增加到去4345蚊，亦即係話每個月會多咗95蚊使，一年咧係會多1140蚊嘅。傷殘津貼方面，普通嘅傷殘津貼就會由而家嘅2095蚊加到去2140蚊。加幅係45蚊，而高額嘅傷殘津貼就會由而家嘅4190蚊加到去4280蚊，加幅係90蚊。而至於領取緊傷殘津貼嘅12至到60歲人士嘅交通補助金，就會由而家嘅340蚊加到去345蚊，咁每個月就會多5蚊去搭車嘅。咁另外就再講講綜援啦。咁啊，講講長者嘅綜援方面，健全或者係殘疾程度咧係達到50%嘅長者，單身人士係會由而家嘅4250蚊增加到4345蚊，而作為家庭成員嘅話，就會由而家嘅3995蚊加到去4085蚊。而殘疾程度達到100%嘅長者，單身人士就會由而家嘅5130蚊加到去5245蚊，家庭成員咧就會由4540蚊加到去4640蚊嘅。而需要經常護理嘅長者，單身人士咧就會由而家嘅7225蚊加到去7385蚊，家庭成員就會由6620蚊加到去6765蚊。至於健康欠佳或者殘疾嘅成年人啦嘅加幅咧，就會同啱啱所講嘅長者一樣啦。
咁至於殘疾嘅兒童、健全嘅受助人、單身人士、兒童補助金，咁以至到綜援嘅最新租金津貼嘅最高水平，就可以參考翻啱啱熒光幕上面嘅數字。咁婷婷喺片尾亦都會補翻俾大家嘅。咁喺2026年咧，各項嘅福利金嘅上調情況就講到差唔多啦。嗱，大家又覺得今次嘅加幅合唔合理呢？不妨都留個言一齊傾下偈。嗱，順帶一提啦，今個嘅2月啊，嗱，除咗就係等啱啱所講嘅立法會財委會通過加福利金之外，另一個嘅重點咧，就係2月26號嘅財政預算案。究竟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等等係有冇得出雙糧或者係半糧呢？嗱，聞說啦，今年嘅庫房受惠於港股啊，股票嘅印花稅收入大增，財赤嘅情況比起上年好咗好多嘅喎。咁唔知道財爺陳茂波有咩表示呢？嗱，大家對於財政預算案有冇咩想法或者期望啊？嗱，據聞唔少嘅官員係有睇呢個頻道嘅喎，網友們不妨都可以留個言俾高官睇下民情。今日婷婷就講到呢度先啦。如果支持婷婷製作更多影片嘅話，歡迎可以免費訂閱咗婷婷嘅頻道，睇多幾個廣告或者睇廣告越長就係對婷婷最大嘅支持。下節再同大家傾過，拜拜。